南陵傳奇第2部無影之鏡第7章意識潛行。我企喺洗手間度，死咁盯實塊鏡入面嗰個巨大嘅4維能量核心。如果我依家行出去，一錘剝碎塊青銅鏡，的確可以暫時閂咗呢道門。我個腦轉到飛起，但係治標唔治本，只要嗰個主核心仲喺度，佢哋遲早會揾到第2個貪心嘅鄭老虎，打開第2道門。要斬草除根，就一定要將塊鏡對面嗰個巨大嘅八卦陣列同個核心徹底摧毀。但係人嘅血肉之軀係受3維物理定律限制嘅，我頭先淨係伸把刀過去，就凍到差啲連隻右手都冇埋。如果我成個人穿過去4維空間，啲細胞同分子結構絕對會喺瞬間崩塌，化做一灘血水，甚至連灰都冇得剩。物理上過唔到去，咁意識又點呢？我望住手心入面嗰塊散發住微弱藍光嘅幾何晶體，佢既然可以同4維空間產生共鳴，保護我個實體唔俾佢抹除，咁佢一定可以當做一個錨點，保護我嘅腦電波穿越維度。想同我玩維度戰爭？我今日就教下你班怪胎咩叫反客為主。我深呼吸咗一啖氣，行出洗手間，返到古董鋪張茶几前面，嗰塊俾我扯到裂開咗嘅明代青銅鏡，依然靜英英咁攤喺塊紅布上面，鏡面深處隱隱透出一陣令人極之不安嘅漆黑。我立張蒲團過嚟，喺青銅鏡正前方盤膝坐低，擺出正宗內家拳嗰個打坐姿勢。我將嗰塊幾何晶體死咁揸喺雙手手心入面，然後慢慢合埋雙眼。我將呼吸放到最慢，將所有注意力由外界嘅聲音、溫度，全部集中去眉心個泥丸宮，即係現代科學講嘅松果體。我要將自己嘅腦電波頻率夾硬調整到同手心嗰塊2次元晶體一模一樣。一開始，我淨係聽到耳邊有一陣極之微弱嘅耳鳴聲，但隨住我嘅意識越嚟越集中，嗰陣耳鳴聲竟然變成咗一種震耳欲聾嘅空間撕裂聲。我感覺到自己個身體變得好輕，好似突然冇咗地心吸力咁。緊接住，一股強大到根本冇得反抗嘅吸力由面前嗰塊青銅鏡度爆發出嚟，直頭扯住我啲大腦神經。光！我眼前爆發出一陣冇辦法形容嘅強光，我感覺到自己嘅靈魂，又或者講係腦電波，俾人硬生生抽離咗個血肉之軀，順住晶體搭起嗰條橋，直飆入咗一個完全顛覆晒常理嘅世界。當我再一次擘大眼嗰陣，我已經唔喺吉隆坡茨廠街，呢度係一個令人反胃、完全違反晒人類視覺邏輯嘅4維空間。喺呢度根本冇上下左右嘅概念，啲重力喺同一時間向住4面八方猛咁扯，周圍漂浮住無數巨大係咁變換形狀嘅幾何發光體。最恐怖嘅係，我竟然可以喺同一時間睇到一個物體嘅外面同埋入面。我耷低頭望下自己，我冇咗實體，我啲手腳變成咗一種由微弱藍光組成嘅半透明能量體。得咗，意識潛行。我根本冇時間去讚嘆呢個黐線嘅空間，因為喺我正前方唔遠嗰度，就係嗰個巨大無比、散發住刺眼強光嘅變異八卦陣列。陣列個正中間，嗰個半邊身俾我斬斷咗嘅冇面人，正浸喺一團好似水銀咁嘅液體入面做緊修復。
而喺佢頭頂上面，就懸浮住嗰粒足足有半個人咁大、瘋狂旋轉緊嘅多維度主核心，似乎係感應到有外敵入侵。成個空間 D 光線突然變晒做一種極具攻擊性嘅血紅色。警告：檢測到低維度意識體入侵，啟動排斥程序。一把完全冇感情、極之空靈嘅機械聲喺四面八方同時響起。原本浸喺水銀液體入面嗰個冇面人，猛咁抬起佢嗰張冇五官嘅面，直直咁望向我。緊接住，八卦陣列周圍，竟然瞬間分裂出10幾個同佢生得一模一樣嘅冇面怪物。佢哋冇實體嘅肌肉，但佢哋啲動作快到直頭超越咗時間嘅限制，化做10幾道殘影，由四面八方朝住我個意識體狂撲過嚟。想圍毆。喺現實世界我可能怕你哋人多，但喺意識世界，我嘴角勾起一抹狂傲嘅冷笑。喺純粹嘅意識空間入面，冇肉體疲勞，冇肌肉極限，決定力量強弱嘅，淨係得一樣嘢：意志力。我練咗20年嘅詠春，一早就刻入咗靈魂深處。我意念一動，雙手嘅藍色能量瞬間凝聚、實體化，竟然化做2把散發住耀眼白光嘅詠春8斬刀。嚟啊！今日我就喺你哋個地頭大開殺戒！我大喝一聲，提住對刀，迎住嗰10幾個四維怪物直飆上去。